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甲怜悯，照伊所定定的时间，互咱今仔日三甲来敬拜。虽然伫咱的社会所看到，圣诞节已经相当的商业化，无论是买圣诞的礼物，还是咧讲要安怎自产等等遮个，也毋过咱依然会看到人的心对伫平安、对伫愿望的一个渴慕。虽然逐个人敢若好亲像食一顿就煞，有个人安尼，也是有个人真期待，敢若亲像看一个秀，了后伊的圣诞节就过啊。毋过咱伫咱的社会内面，清清楚楚会当看到，人的心内对伫平安、对伫生命的愿望，抑阁相当的渴慕。所以圣诞节已经2000年啊，咱看有足侪故事，互咱感觉减有可能啊。历史顶头上大件甲圣诞节有关系，互人感觉是一个奥妙的，就是伫第一次世界大战，1914年、15年迄个时阵，即个故事一直流传到即嘛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阵，咱知影踮咧欧洲大陆是德国甲英国、法国这边的盟军踮咧咧战争。迄年12月24暗时真冷落雪，踮伫欧洲迄个所在，咱知影12月。伫咧落雪，伫暗时啊，冰糕踮伫碉堡内面，踮咧壕沟中间啊，寒甲12点过的时阵，半暝12点过的时阵，忽然间伫英国这边有一个阿冰糕，伊踮咧吟一首诗歌，啊，迄经过真久，大家拢真熟。平安暝，圣诞暝，真安静，真温顺。有一个兵哥啊，踮咧暗时12点也无可能对方会来，啊，就踮咧这边吟这首诗歌。啊，伊吟这个都毋是伊一个吟啊，因为这首欧洲遐拢会晓吟，因着边啊规阵都吟起来。吟平安暝、圣诞暝，结果毋是这边唱来呢，对面迄边德国的吼，咱知影德国是宗教改革的基础吼。德国这个国家是规个宗教改革是对德国这个所在，迄边也开始咧唱平安暝、圣诞暝。迄天暗时无战争，就是伫平安暝、圣诞暝。当然后壁刷落到足侪诗歌走出来。到天不光，第二天12月25天不光的时阵，这边阿兵哥出来，这边阿兵哥出来，毋是提枪相战，应该呢背包内面吼巧克力摕去互对边。啊，德国迄边个摕伊个粉出来吼，啊，然后两边的阿兵哥就将因身躯会当表达出来，圣诞节的圣诞礼物送互对方。天气遐尼冷，佮最近摕罐头啊，踮咧煮汤吼，浓汤啊，最近分享有一个德国阿兵哥吼，走入去伊的碉堡，摕一粒骹球出来，因就踮伫咧草原顶头吼，啊，两边啊，咱知影欧洲人最爱踢骹球的吼。德国军人啊、法国的啦、英国的，就踮咧遐踢骹球，踮咧遐食因所分享的巧克力豆，踮咧遐食饼。冬天日头较紧落山，到4点外要5点，日头开始要落山，因收的，大家再见。转去了后，过一暝，第二天安怎？穿野起来，佫对我乒乒乒。历史顶头有关圣诞节。互人感觉同奥妙的一个经验，这是中间的一件。会当有10万人、20万人做阵，还是更较侪人踮伫罗马、踮咧梵蒂冈遐做阵望弥撒，但是拢无法度亲像这几100个阿兵哥吼，踮咧经验着一个历史顶头真奥伫了解的圣诞节，咱就会当知影。无论这个世界人的心安怎恶毒，还是安怎变化，还是安怎为了钱，实际上咱的心内期待较无一个平安，毋但敢若平安，佫较无啥，佫较无一个永远的愿望。迄个永远的愿望，其实拄啊，包括咱生活对吟的诗歌，是咱唱圣诗92首吼。你转去甲92首，佫甲歌词看一摆，甲即个真理拢要咱讲。1983年，我迄阵啊读新学院。阮1年的时阵有一个课叫做宗教哲学，
这是一个代代直学的教授陈信安老师来甲阮上了这个必修的啦吼，因为要讲到神学，你都爱讲甲直学、哲学跟神学跑不掉，这个关系一定有。这个课一学期上了后，过来再来就是选修啊。宗教哲学是必修，过来下学期有一个选修。我感觉上这个课袂歹，为什么？拢讲一寡听无的吼，所以会当继续搁上看卖吼。所以我就想讲要选修。选修吼，陈新老师吼，选修的条件一项来尔。一般老师若你要选修，伊会甲伊的课程的条件拢讲说，你若会当达到，你才来选修嘛吼。伊敢若讲叫我讲个理由说服我收你安尼啊，讲个理由说服我，互我甲你签啦，因为你要选修嘛，你要选修就爱老师迄落。大家就这去拢大家拢无讲。换到我的时阵吼，我印象阁真深。我甲讲吼，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想袂晓。1957年12月29我出世，伫即个日子以前的历史对我有甚物意义？如果若上帝讲今仔日倒起来哦，甲我斗阵哦，我就去啊，对无吼？若用今仔日来讲，2012年12月23，我就去啊。那安尼，2012年12月23以后的历史，70亿个人口对我有甚物意义？伫这段时间，1957年以前的历史，甲2012年以后的历史，对我有甚物意义啊？我讲我这个问题一直想袂晓。虽然我知影我可能去上帝遐吼，但是这个历史对我有甚物意义？人类的历史安尼继续咧行。陈先老师，好来，你用个礼拜吼，就继续上一，佫继续佫上一学期嘛是想无吼这个问题。为什么？有限的人用尽办法，咱想要超越这个有限，去和迄个无限、和迄个永远来相赌。敢若像我主日学的时阵，老师甲阮讲的吼，我毋知咱的主日学老师是毋是安尼甲咱教。上帝就好像我们，那我们就好像蚂蚁。那蚂蚁在搬那个饼干，在搬饼啊！你看到蚂蚁吼，高下咧搬饼啊，足辛苦，安尼啊，搬来个遮，搬到这个较大地的饼吼，那就好多蚂蚁要一起搬得很辛苦。你想讲，哎呀，我甲你斗3工，你就甲迄个饼摕起来，甲放在伊这边的洞口吼，迄阵高下会甲你感谢袂？因忽然间走到你后卡去，大家都吓得跑掉了。蚂蚁，我主日学的时阵，老师是安尼甲阮讲的，讲有限甲无限的中间，咱人甲上帝中间，所以上帝不得不都爱多成肉体来甲咱中间。我讲，这个理由无法度说服我。那上帝有不得不的代志就大条啊，对不？无限的上帝，如果他有不得不的事情。那这个福音对咱来讲，甲这个有限的人有甚物差别？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有限的人甲这个无限永远的上帝，偏偏人唔甘愿的有限这毋是咱家己。伫传道书第3章，咱真爱读的迄段，战争有时，和平有时，结婚有时，冤家有时出世有时，离开有时但是伫3章11节迄个所在，伊甲咱讲，伊讲到上帝创造万物，国照伊的时诚最美妙，伊阁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而且他怎么样？把永恒、把永远的观念放在人的心里面，就是这项啦。就是这项，甲咱人虽然是受造物、受创造的，但是咱的心一直去互鸟。咱的心一直去互鸟出来，咱对着永远有一款的渴慕，有一个期待。人知影，咱毋是干那伫即个时间，敢若像我咧甲老师讲，1957以前甲某一天以后，迄个历史甲我的关系是安怎？所以，咱今仔所看的这2段圣经伫圣诞节，咱通过圣歌队引带咱敬拜，特别是歌词。拄啊，咱所吟的迄个圣会，看因所吟的圣会，这歌词伫甲咱讲起，这就是咱今仔日的短短时间，甲大家做阵来分享救主耶稣圣诞。咱讲圣诞快乐，对不？耶稣圣诞，这里面的2个元素，有2个元素，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。圣诞节除了等一下我们要一起聚餐以外，我们希望
上帝话嘛，真做咱心灵的美娘来养起来。所以这两个元素，一个就是耶稣，伊是主角嘛。另外一个耶稣是出世罪人，一个是耶稣，一个出世罪人。耶稣是伊的名，上帝世间人来启示伊家己，来互大家请明白伊，来自我介绍。伫历史有两项足厉害，有两届上帝自我介绍。第一届自我介绍，咱有人有印象，就是伫何烈山伫个旷野，上帝甲一个对埃及本来做王子好势好势偷走出来迄个叫做摩西，上帝捌甲伊自我介绍，对无？出埃及记第3章，你今仔日甲记会转去吼，你再慢慢仔看。出埃及记第3章，当摩西伫旷野中，敢若看到迄个刺白的烧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一个声音，上帝甲讲叫伊就爱去做一项代志。伫迄个中间，上帝自我介绍讲，我是自怜离怜呐，大意安尼讲，自有拥有，家己本来自己就原本就有，而且永远有。另外一个叫做创始成终，无论是创始成终、自有拥有，还是自怜离怜，自怜就是讲伊家己就上帝存在。这是上帝第一摆人启示家己，互咱看出来这个永远伊的本质。这个上帝，这个永远第二摆世间人来拍开来启示，就是伫耶稣。马太福音第1章意思安怎甲咱讲？耶稣这个意思是甚么？耶稣这两字是什么意思？不是 Jesus 耶稣，就是将百姓对罪恶中甲拯救出来。将百姓对罪恶中甲拯救出来。马太福音第1章第3，但是马太福音第1章22、23，伊煞落讲安怎？天使甲约瑟讲，这个婴仔你爱甲伊号做耶稣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就是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咱伫即个所在看到第一个元素，望圣诞节时阵，咱会记得耶稣的出世。耶稣是上帝无限有限的人来拍开家己，来自我介绍。这自我介绍，互咱看到伊是救主，所以咱讲救主降生，对无？伊是救主，伊是拯救者。伊要互人脱离罪恶，互咱离开人的有限甲软弱，这是第一项圣诞节，互咱看。第二项，咱咧讲的出世做人，这个出世哪有啥物款稀罕？我昨暗才请阮囝替我查看卖，伊就甲我上网络去查，我甲问讲一天有偌济人出世？阮就咧算，我本来家己踮咧想70亿个人，70亿个人除以365，绝对无够。若平均年龄世间平均年龄讲50几岁都爱个除嘛阮囝甲我去讲37万，一天出世当然嘛有30几万人过身啦但是一天出世37万人呢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对咱来讲，今仔日这2天你刚好去听到什么人出世？结果一天出世37万人，每一个性命出世，伊的爸母，也是讲伊厝内人，也讲伊亲密的人，也是讲伊的家族，哇，大家足欢喜。有一群人为着这个婴仔出世来欢喜，可能3个、5个，可能30个、50个，可能几万个、几十万个。那欧洲的国家无共款英国即马这个凯蒂，伊明年要生咯。这个出世对规个英国大不列颠的系统来讲不得了。不过总嘛是遐几百万人、几千万人，但是敢若一个出世，是甲全人类毋若敢若伫这70亿。包括过去历史有关的，就是耶稣这称做出世做人。这句话请注意一天出世37万，多一个毋是出世做人？为什么圣经咧写上帝独生囝出世做人？咱拄仔所读的第2段圣经《约翰福音》第1章14节讲。道成肉体，道成做人，这个道就是上帝伫起头，甲上帝三甲伫地。约翰福音甲咱讲，所以
圣诞节第二个元素就是上帝成做人来甲咱的中间，这个甲咱所有拢有关系。这个毋是伫咧约翰福音第1章14节那尔。你如果若看出来记3章，上帝自我介绍，毋是莫名其妙，甲摩西自我介绍。伊甲摩西自我介绍时，伊讲我的百姓伫埃及，因受虐待，我有看到因的痛苦。有听到因的哀叫，我知影因凄惨的情形，所以我要足侪老师来注意这个字，所以我要落来。中文讲我要下来，我要下来，啊，要落来，来到人的中间，我要下来到人的中间，道成肉身，成就了这件事情。上帝甲摩西的应允，我要落来，多成肉体。所以圣诞节这两项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伊突破有限甲无限中间的界线，成做人来咱的中间。这两项对咱有什么意思？今仔日咱讲上帝住伫咱中间，对不对？约翰第1章14节，多成肉体徛起伫咱中间，要紧是徛起伫咱中间。若无徛起伫咱中间，这个圣诞节就甲咱无关系咯。徛起伫咱中间的关系，所以咱的性命要安怎来回应丰丰富富的恩典甲真理？今仔日圣诞节，咱若要迎起耶稣基督来的时阵，这个信仰的大家庭，咱要互恩典甲真理充满伫咱中间，一个真基本的功课，就敢若咱踮咧厝内共款。厝内囡仔转来讲腹肚枵。做爸母的绝对袂甘讲枵饱炒，一工你是爱食几顿啊？囡仔袂转来，你点心就准备好啊，你暗顿就准备好。伫迄厝内吼，充满体贴，充满疼，从来都毋捌怀疑对方的动机。妈妈弄出啥物，爸爸弄出来放咧瓦斯炉顶啦，甲你讲，你家己摕，你摕起来就食，你从来都袂敢问讲，这牛肉吼是澳洲的，还是美国的吼？啊，这个你倒一摆甲爸甲传这个暗顿互你食的妈妈爸爸安尼讲，伫厝内基本上啦吼，一家人咱袂怀疑对方的动机，迄才会当成做一个疼的家庭。伫信仰的大家庭，教会内面又安嘛共款。无论咱兄弟姊妹大家三甲斗阵，咱讲什么表达什么，咱拢知影。伫遮的表达，伫遮的讲，伫遮的动作顶头有软弱的时，有限的时，也毋过，我相信这个兄弟，我相信这个姊妹的动机，绝对是出于疼，敢若亲像上帝出于疼，在遐尼啊高工、遐麻烦，对无限突破界线，进入有限，诚侪人的款式踮在咱中间。你伫你的生命生活中间，你敢毋是定定嘛安尼？你想要突破一个界线，对方表达你的疼、你的关心。所以，踮教会当咱咧讲上帝徛起伫咱的中间的时阵，这是咱今仔日最近迎起耶稣基督降生的一个功课，就是咱袂怀疑对方的动机，特别是伫教会兄弟姊妹厝内人。100年前，这个故事原来是100年前出来，100几年咯。教义历史是差不多1895就完成啊，但是这100年来，咱常常听到这个故事。100多年前，踮伫个美国啊，这个家庭啊真善洽，差不多迄款咱咧趁食，差不多是2个人会当安尼得到饱那尔。迄年收成特别歹，所以翁仔某2个到甲12个的时阵，想讲要准备一个什么圣诞礼物互对方，想破头壳想无咧，因为有钱少。这先生逐工拢出外做工，太太踮咧厝的料理遮，所以2个家己就想讲，要买一个什么互对方。迄天12月20日工作了后，先生转来拍门，太太一开开，哦，足欢喜的，因为太太已经准备好一个礼物啊，所以心内真欢喜，我终于可以送你一个礼物哈。可是先生一看到太太哈，规个面来硬去哈，迄个面来硬一个，互太太感觉讲啊是安怎哈？先生讲啊，你会转头门咧？你头毛遐水，转头毛走去倒去，吼，哪会变做安尼？敢若查甫囡仔变遐短安尼啊？啊，太太看到伊讲，
啊，你哪遐在意我的头发？你不在意我这个人吗？你怎么在意我的头发？你哪敢他看到我的头毛，无看到我这个人？先生讲啊，无啦，不是这个意思啦，紧甲太太诱入去，两个坐落来，咱拢知影迄个故事，对不？原来啊，这个太太有真水的头毛，真长。啊，这个先生吼，对伊的爸爸都得到一个鼓动，全家就是因为时表啊，毋是像咱歌遮，时表的一个安尼，啊，就放在落底下遮，啊，若较新式的有一条链呐，甲链条的安尼。啊，但是厝的散车，所以就敢若迄个爸爸，即老爸阿公伊传来时表啊无链呐，所以有当啊放遮，有当时啊放遮安尼吼，放来放去，两个坐落去了，先生吼，再摕出来一个真水的发箍，拔起来会当拔，就是要互伊拔迄个长头毛的啦，互迄个长头毛啊，甲即个发箍头饰夹落去吼，足水的。啊，你长头毛无去啊，我即个买来要安怎？太太吼，再按伊后壁摕出来一个，哦，啊，你的时表啊无去啊，伊去买一条足水的链呐，就是迄个表啊，妈，迄怀表的链呐，要互先生挂，拢是为着听，牺牲家己，拢是为着听。先生将阿公爸爸留落来迄个表啊，甲卖掉，为着要伊的太太表达伊的听。然后去买遐尼水，会当配合伊长头毛。结果太太为着听先生甲长头毛剪掉，去买一个，然后啊看起来因送互对方的啥拢无路用。毋过因对方所表达牺牲的听，这是上帝听世间人迄个听。这个牺牲的听，伊伫人类的历史中间继续。通过教会，伫这个世间的传达。虽然有真侪人毋是基督徒，也毋过当教会存在，教会继续宣扬上帝听世间人这个福音的时阵，有侪人因的性命嘛要得到改变。所以，咱来讲，伫教会中间，当咱来讲上帝甲咱三甲地地时阵，兄弟姊妹咱斗阵学习的这个功课就是什么？无怀疑，毋免去想，毋免去甲要伊的动机。有当时啊，足侪代志就是伫讨论、协商，大家做阵来行上帝交托咱的事。所以这个部分一个真要紧，因为当咱若有开始去要的时阵，损害的是咱，毋是对方啊。青年人不知道，应该比较知道这个人叫做萧敬腾。有一个唱歌叫做萧敬腾。5年前对星光大道出来，伊毋是星光大道那些人，他来搅局的啦，叫做 PK， 伊就是来讲挑战遐，这个叫萧敬腾啊。第一棒，伊来 PK 的被 PK 夜郎叫啥名？好像都忘掉，只记得他叫山顶洞人哈。第一个星光大道，结果这萧敬腾来 PK， 这个青年人。坦白讲，我捌听到几个同工大家斗阵的时阵讲啊，对伊无啥物好印象，敢若会晓唱歌呢尔，安怎无好印象？你知无？因为伊袂晓看字。21世纪2007年的台湾，一个20外岁的青年人会当唱几千条、几万条的歌，结果讲伊看字看无。伊嘛是国中高级毕业啊！台湾哪有这款教育？你真歹想象，2007年的台湾，就是5年前台湾5、6年前，竟然有一个让人家很惊艳的歌手，说他看不懂字，对不对？你看过新闻吧？伊安怎唱歌？用听呀，听100摆，伊就要唱甲共 PK 到。所以有一寡人就感觉啊，有你虽然都不爱读册，对吧？爸母叫你读册，唔读到连字都袂晓看，所以伊袂晓签名。等所得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来通告要回去的时候，你要不要签凊彩付一个？咱签名嘛，定定拢凊彩付一个，对吧？我看人家信用卡付一个，我咧想，你是不是像萧敬腾哈？家己的名都写袂啊！我定定看人，付一个，这个付甲足水的，我都袂晓付一个。萧敬腾签名就这样付一个安尼。
啊，那无那个消不好写，那个疼也不好写啊。坦白讲，我这几年，因为我爱陪阮囝看嘛，对不对哈？你看这中间，有当我听一寡党纲来讲哦，也对萧敬腾印象就有一点点比较可惜啦，卖讲负面就觉得可惜。人的偏见就这么厉害呢？但是你有知无？最近这几个月你知影无？伊去互挖出来哦，被人家爆料。做艺人吼，这款公众人物通惊去互爆料。伊互爆料甲吼，迄是倒一台啊？是三立啊，倒一台给他专访30分钟。咱看足侪拢有迄款吼，30分钟的专访对吧？吼，用30分钟去甲专访，爆料什么？因为记者发现伊是这几年来艺人捐钱，互遐个弱势团体、弱势者，互遐个无营养午餐的，互遐个非类的囡仔的在关心遐个团体，伊是捐钱互遐比例同关的一个艺人。他是捐献给这些弱势团体比例最高的一个，而且他每次交代他的经纪人绝对不能说安尼，交代。经纪公司吼，咱知影一个艺人吼，你讲伊年收入5000万，一半拢是经纪公司的。看你住在大卡细卡啦，愈细卡比例愈悬，有的甚至80%拢是经纪公司的。国卡安怎大卡，将近一半嘛拢经纪公司的吼。可是他把他自己的伊的捐献比例是上悬的，悬到毋拄好去有记者发现讲吼，这无报要哪会用？这个物件出来后，足侪人的观念拢改变。这个萧敬腾哈，连签名都签袂水的，但是伊遐尔啊关心遐个佚佗囡仔，因一寡组织特别咧帮衬因呢。听讲毛献和得胜者吼，都是特别咧关心一寡遐弱势团体、弱势家庭、弱势囡仔。这个叫萧敬腾。当然，伊还有真侪其他可能无一定得到咱认同的所在，但是我伫这个所在是要最近分享讲，耶稣救主是我的救主，咱的救主，出世做人，突破咱的有限，咱的每一个时刻拢会足侪你感觉足软弱有限的所在，想要突破，但是你放心，因为迄个无限的上帝，伊亲自来到咱中间，互咱会当行这条路进入无限。若无有限的人，无可能会当出去嘛，出去这个有限。但是迄个无限永远伫地、自然而然的上帝，听咱来到咱中间，亲像耶稣讲的，所以这个路咱嘛会当做阵行，含咪三甲做阵行，进入伊互咱迄个永远的活命、永远活的一个愿望。上帝徛起伫咱的中间，伊的听、牺牲的听，正做咱的生命基础，邀请咱最近踮伫咱的家庭，踮伫咱的教会，将这个听甲实践出来，同心来祈祷。里面的主听堂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活命的话永远袂改变。草会打，火会烧，独独上帝你的话永远伫地，嘛是因为你的话伫阮的中间，活命的话伫阮的中间，互阮会当得到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所带互阮一切的恩典甲真理。愿圣神继续引带帮助阮，互阮思念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伫阮个人的生命见证顶头。互人欣赏，嘛意爱要来认捌主你，互阮思念教会整体兄弟姊妹，大家形成你所设立的这个圣会，我要继续来宣扬你的荣光甲你的救恩。我来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